你好，开始。好，24就正下面，人生入了大学，朋友看到人生的扫地，好，这个扫地是应该就是扫涂骹。扫涂骹哦，这地是第3条，不是第7条。我查因过，拢我之前刚应该是问过同款的代志。对，扫地，嘿，扫涂骹。扫涂骹，好。但是这地，因是写地，嘿，参考啦。这大理嘿啦，汉字就是拢我白写。个有知影有迄个，我相信是扫地啦，吼。但是嘿，可能有人讲读扫地。阮是拢讲即个较白讲法，阮拢讲扫涂骹尔。扫涂骹，好。我看敢有扫涂骹，涂骹，这涂是第7条，敢是涂？土第5声。扫涂骹，我看觅，好，扫地，竟然找无。嘿啊，找无，安尼讲，找台语，无扫涂骹。是啦，大家是拢讲扫涂骹啦。涂骹，好。扫涂骹，若是用找台语迄个1976年迄个 Marino 大英书店有收扫涂骹，是，这是平常时生活中就常讲的一个词啦。大家拢爱做的代志。对啊。那若是用迄个 vacuum 咧，就是现代伫家己厝内，真侪人都毋是用扫涂骹的，是用迄个 vacuum，keep。这敢有台语的讲法？阮兜无，所以我就毋捌安尼讲吼。即嘛我是会讲 keep 起来，就是用用迄个 keep。系啊，迄个概念嘛是。但是我敢若捌听人讲什么电扫帚，我袂记啊。电扫帚看起来嘛会通吼。对啊，先起来有力。keep 电。keep 电keep 电机嘛，伊即个华语的汉字是安尼写。是对，好。keep 电机。电我看有无？无收。若是用华语也是英语拍迄个vacuum cleaner，伫大英书店就有收啊。keep 电机就是你讲的迄个词。我说袂晓 spell 即个。V 有2个 U C U U N 就对啊 ，G U U N cleaner。那个写 cleaner。爱有 cleaner，若是 vacuum 尔就会出现真空。好。keep 电器。伊嘛是用 keep 电器，keep 电机。Marino，因为这是较晚期的，有时我感觉伊就是就华语摕来翻啊。我其实我无反对直接华语直接摕来用，我其实足赞成的，因为华语内底足侪用词直接当做台语的话来直接摕来用是会使，我认为是会用。但有人都无爱，有人讲你直接用华语来。系啊，有当时因为我认为重点是你有法度通用台语发音，就是台语。
哦，你莫讲吸尘器，你讲吸地器，你讲吸地机，这就是台语啊，因为你就是台语发音的，我认为这无啥毋对啊，吼。啊，因为你逐项都要也就是家己，后系啊，你逐项都要家己做一只练啊，你问题是你无即个遮尔侪资源嘛。啊，你说你系啊系啊，外来外来语摕来用，那有啥毋对？咱上近的外来语华语嘛，你当然日语嘛会使吼，系啊所以我认为是应该无问题。系啊，啊，有人系啊，就无爱啊，就奇怪。我知啊。系啊，我感觉重点是即个语言有咧有咧用啊，安尼。嘿，系啊，对啊。啊，因为吼，你敢若看到汉字，你就有法度用台语念，这就是嘿，本事啊，这就是你的，这就是你的台语能力有到迄个程度嘛，你才有系啊系，度嘛。啊，所以我认为安尼是无毋对啊，应该是会使。是好了，这是个人看是，法好，啊，差不多好好好，好，继续迄个，看到金到星底哈，咧，扫地是叫金星君叫金星君，古代咧古代咧做先生，打做学生，有较无关系好，关系好，嗯，好，迄个古代我爱查一下，古代敢是哦，进前的意思，本地本地。古代就是较早以前从嘿，前就是古代，啊，好，我来记一下。嗯，对，诶第二敢是或者是讲原本，嘿，对，好，看嘛看了台语电咱咯，改说一嗯，个对，伊修的音是对，就是你的迄个，你讲的解说是共款的。对，原来以前，还能修对这个音哈，嘿，对，对，嗯，嗯好，古代咧做先生，当做学生有较无关系吼。真心讲，扫地是小可事，入入车入车是要练习互西人，毋是嗯互人吼，练习互西人，互访即个代志。嗯，嗯嗯，好，咁我来读一遍。好红了哈，好，互嘿，互访，啊因为嗯，好红第三声嘛，啊，互访哦，拄则你讲对对对，好红，互访这个就是对啦，吼，你是哦，变调对啦。啊变调，我是好，后要讲的是所以讲，讲这个红字哦，这么这嘿嘿，个人你不要烫啊，对，因为受华语影响，嘿嘿读做访，嘿嘿嘿，嘿，是，这对啊，是就害，这才是伤害，这不应该啦吼。应该是嗯爱正开发音是好。我感觉进前有听什么人讲过，所以讲有印象，嗯所以讲嘛有另外一个词是环境，就侪人读做环境迄款的，对啊对啊即款对啊，代志系啊，系嘿，啊，发音就顶打去啊，哦，嗯，就是嘿，我查一下这个工字嘿，典好了吼，好，工字典无这个无什么空啊吼，无这种音啦吼，好，空就算空嘛，应该是要第三声啦吼。啊，因为矿吼，它华语是第二声，所以虽然连声调嘛读做空安尼吼，系啊，嗯系啊，敢若只有是风即个音尔，风也红的音，是风，系啊红系啊，啊红原来会使啦，我看伊原来有红哦，总红嗯，吼上风，对对对，啊这边哦，拢无迄个 K 啦吼，绝对是无啦吼。嗯所以你看到安尼，你讲总红、嗯，好红，诶，我捌听过人讲好红，可能是因为关哦，系讲迄个红吼，好红。音系，就是讲，即种的华语嘛是安尼讲，啊，嗯你我都用台语讲，这就嗯，是你的台语能力有到迄个程度，根本就无是必要讲去避讳。我感觉有人就是就是避讳，讲要系啊，避免讲要讲华语的词安尼。啊，嘿，问题这是汉字，是咱不管是华语、台语，先还嘿，是 Korean 还是 Japanese，
共同的资拢有产嘛，用诶，这是咱是共同的是，database 摕来用，啥毋对？我就想无即寡人读下来咧想，然后想。系啊，OK，咱继续哈。这段你要未？你要未读我来，我吼？读一遍哈。真生入啊，请下面，真生入了大学，朋友看到真生在扫地，叫真生君，具体在做先生，当做学生，有较无关系吼。真生讲，扫地是小可事，入遮是要练习服侍人。何况这个代志？好，后一段，过2年，一勇上也来入大学，了后选明兄也来，这个选明兄也是真心知己的朋友。好就第一段，好，你干嘛来这边？过2年，一用上也来入大学，了后选民兄也来，这个选民兄也是真心知己的朋友。好，后一段吼，后一页嘿， 122页，但是我拄则无写迄个页，咱在讲页数，也是页也数着嘿。数好。歹势，好，准备好势啊，好，就开始读吼。人生已经4年，迄时伫学内有一个顶年的职业的朋友，名叫向虎君。伊伫学校补习是补习就是补习班迄个补习啊。原来迄个时阵都有即个事哦，补习啊，意思敢是共款？应该是啊，我相信是你过来。遐尼早就都有即个事呢，补这应该习我相信你过来，再看卖。原来是安尼。真正是日语来诶，而且伊诶解说拢无肯白解说，直接讲这是日语。对啊，因为这种书一看就知这就是迄这毋是个好济汉字安尼。对，这毋是古文内底咧用过的嘛，我毋捌看过。是现代文，系啊。我就想起，就是即摆诶人，若是就是讲台语，若是有讲到一寡较现代诶词，拢咧晓疑讲，这敢是诶词，敢是为华语来诶？其实是嘛有真侪词，其实是日语来诶，像即个补习，像正有我伫另外一个读册会有拄着恋爱即个词，就有人就有人好现讲，恋爱敢是华语来诶？就来找迄个第二点，是日语来诶，好济汉字安尼。对啊，古早人无恋爱，不要恋爱，无这莫来个词，乱，你知？系啊，你较早安怎要安怎用这个词哦？你咱即摆用到惯势，甚至对，无可能想到佫有啥物讲法啦。系啊，无法讲法。古早人毋知安怎讲，我都毋知。系啊，好，等来遮就是补习补习，好，等来找伊伫学校补习，无出去环岛，也是爱，这里去敢爱变调，也是去出去，敢爱变调，连做伙出去环岛。好，爱变调出去环岛。伊爱表明伊是早一年的学生，有一摆去内地注文物件，毋是物，是啊，是啊，物件，对，
注文物件，写五人生向好行，生理人也照安尼寄咪来，大家看了真爱笑，又搁写干目欢呼，因为伊是职业生，所以恁在学的学生就小听喙哦。原来有这个词听喙，咁就是听话，听伊的话意思。小听喙，较好就较好就职业的，也着甲职人的业的，职业的，好，较好就职业的，也着甲家人的哦，好，家人的知影，甲家人的三合，了解意思。学生听见真奇怪，其实先生是普通的宽面那点，迄个宽面啊，了解，好，普通的宽面那点，毋是个人入伊做什么游戏是什么意思？做游戏游戏是什么？是个人入伊做游戏。游戏汉语知影，但是我毋知影即个意思伫遮什么意思，咱看觅啊。知影，找游戏等找的结果我嘛看无游戏。结果即个无解说啊，游戏官。嘿啊，迄是啥物意思？即哦，无，就是官啦。就是一个官啊，毋知影迄个。是一个官。伫遮什么意思？做官。是啥物款的官？嘿啊。其实先生是普通的款面那点，毋是个人入伊做游戏。毋知呢，看无。找家己敢有白解说？嘛无白解说，不奇怪。毋是讲甲做，甲当做是官，把个当作是嘿嘛，我想的解说嘛是即个意思。当伊是官，所以讲特别有啥物特权迄款的意思。是安尼啦，就是讲，只是甲当做讲是较加一年的长辈尊重安尼啦，毋是讲真正伊是啥物官还是安怎？是毋是？我毋知，我就是嘛是安尼。好，继续。先生是好意，向护军煞记在心，常常显出学生头的色彩。原来色彩有即个用法，学生头的色彩。若是学生真无欢喜，了解，因为是补习，所以无照时间读册，有时出去加年，转加年，过啊路啦，过路，加年嘿，转来，嘿，加年应该是安尼读。好，出去加年转来，别人要咧读，无说哩，目镜，嘿，目镜声，目镜声。所以讲目镜是迄个，了解，目镜声。
翘若是翘叫安尼读，应该读做目夹声，夹，但是我袂哦，爱变成目嘿夹目夹声，声，嘿，目夹声，好，目夹声，翘翘叫，伊是翘翘叫，嘿，哎呀，拢爱变调吼，翘翘是，叫，嘿，颠倒互四连声化伊也甲妈死，也甲妈死，应该是日语啦。好，也甲妈死，要干嘛死是什么意思啊？找看觅，也甲妈死，哦，noisy too loud，也甲哦，妈死，要加我看觅 can be used when you are not 要 annoyed，加嘛死哦，就是这啦哈。嗯，趣味咧，来学五代要五干嘛死？日语，嘿，等一下哦，我加一个台语罗马字的写法写出来，学四连化伊，要干嘛死？加一个嘿，也感觉是，等下，古锥的好，歹势，啊，歹势，电脑较慢，不要紧我。来，好，也感觉是，好，这段拄好读好了，你感觉来读一，OK，下？好。等下来查一下这个色彩仪的用法哈，色彩。也是啊，即马来查嘛是会使，嗯色彩，哇，为什么无？色彩，嘿啊，应该要有啊，看起来是正确的，哦，嘿啊，因为为什么无？这是日语来词，我毋知是毋是迄当阵无。敢是是伊的用的音是无共的音，我来用找看觅。色彩，色嗯，彩，你较无呢？但这点无收啦，哦就新的词。对，嘿，那这个我相信嘛是嘿，对日语来吼。嘿，或者汉语，嘿，啊，但这点无收，所以嘿啊，我看一下 TJ 是安怎解释400那个哪156页，哈哈，嘛是敢若只有色彩两个字尔，对啊，无完全无解释哈。嘿啊，好，OK，但是咱知影伊这只用的意思啦，吼，就是是比较，表现迄款，嘿，对，毋知要安怎解释，我嘛毋知要用什么词来代替。嗯，好，等下读的时阵再看法度。先我先来读。金星已经4年，迄时伫学内有一个顶年卒业朋友，名叫向河君。伊伫学校补习，无出去传道。伊爱表明伊是早一年的学生。有一摆去落地注文物件，写5连声上好寄。生理人也照安尼寄物来，大家看了真爱笑。又搁写感捌吩咐，因为伊是职业生，所以恁在学的学生就少听喙，较好就
主业的也着甲家人的三号，学生听见真奇怪，学生听见真奇怪。其实先生是普通的劝勉那定，毋是个人入伊做有司。先生是好意，向何君所记在心，常常显出学生头的色彩。若是学生真无欢喜，因为是补习，所以无照时间读册，有时出去过年转来，出去过年转来，别人还在读，无细字，目夹声翘翘叫，颠倒互四年生看伊也感觉死。也感觉是好，继续吼。即个显出学生头的色彩吼，嘿嘿，即个色彩，你若即嘛要用啥物词来代替？敢是办事刚好，毋过办事是较正面的色彩，即个所在，毋是较正面的意思。我相信不管是正面负面色彩，拢是会使啦，拢会用的。我相信是中性的。是哦好，咁就迄个款，表现出对，款嘿，安尼啦吼。嘿啊，显出学生头的款，学生头的模样安尼啦吼，差不多是安尼啦。是，嘿，好 OK。好，继续一段好。迄时有几个朋友，中间一个无偌久无偌久受体恶，若真心看因真各样，就别人也是安尼在受。是啥物意思啊？就迄个学生受体恶，就是互即个学校体恶安尼，即个意思吼。敢是即个？这个退学就是即个意思，是即个意思。讲为虾米后壁要讲即个看因真各样？敢是就是因为即个人哄，就是互学校体恶着看因各样，看因无共，用即个是怎理解？看因各样，真各我词拢知影，但是毋知影伊即卖咧讲这啥物意思吼。迄时有几若个朋友中间一个无偌久受体恶吼，这事实诶描写吼，所以无啥问题。即卖是讲，若真心看因真各样，就别人也是安尼在想。即个因看因真各样，即个因是啥？即因是。若是遐应该是 plural， 看迄个，我拄本地想讲是迄个体恶的人，遐即个人所以毋是因，系啊，因是讲迄寡朋友。若是讲迄寡朋友为虾米会讲着迄个体恶的人？若真心看因真各样，就别人也是安尼在想。在想，系啊，佫有一个想是讲想虾米？别人即嘛是讲另外一寡人，毋是即寡朋友嘛，即个退学的吼。安尼讲着，嘛是感觉讲即寡人感觉看起来真各样。是。有啥物真各样无解说，那么毋知啦吼。系啊，嘛是毋知。我相信是即个意思是安尼啦，因为分析起来，即个因无可能是讲迄个退学的人，应该是病人吼。迄阵朋友安尼。对，好，咱继续看看会讲。好，即段你要袂读吼。我去读一下吼。
迄时迄时有几若个朋友中间一个无偌久受退学，若真心看因真各样，就别人也是安尼咧想。好，继续吼，后一后一页好，即日金星甲一阳我相信一日散来看，一日一日哦对啊，一日金星甲一阳散步的时，有论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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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护军的思想思想思好想，即嘛人讲思想，思想嘿是思想啦吼，好看你嘿是思想无拍算伊的朋友听见诶，这是啥物？对哦，就是因你，T 和即个人嘛，H 因你回即个嘿人和，嘿，讲和啦吼。我是讲后壁迄个字看无清楚，听见后壁迄个跳对，哦哦对，哦哦哦哦，可能是拍毋着你啦吼，应嘿啊，该是应该是对啦，加一个 H 吼对， ，TIOH 吼，着去对伊讲真心甲伊用咧讲你诶话，向互对安尼摇疑就毋愿掠准真心甲伊用咧结党结党，要做伊诶对敌对敌，用用用机会要甲伊，用机会要甲伊输赢，哦，就坏。所迄个上机会，迄个上，咁就是找机会、趁机会意思。对，好，我来记一个。上就是将士相迄个相，互相迄个相。好，来记一个。哦，好，所以上机会就是就是敢若看机会、出机会。是。伫台语上字就是有看的意思。好，加一个。像迄个相亲，对，刚才你讲相亲，嘿，是 IONG 上，嘿，就是有即个吼，上注目看时机看等吼，单机会，上互旁，上互旁，等互旁金上上即个上就是就是 watch 嘿是，to look at 对象。好，继续吼，上机会要甲伊输赢，这是真心有实错的所在，伊也家己讲要记得即两句袂记得即两句。袂记得即两句。后壁有罗马字真好，邯郸莫论林飞，静坐相思几个。假说是讲因为目的论起别人会毋着，静坐着常常想家己的过失。好，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OK。一日，秦升甲一阳散步的时，有论起向何君的思想，无拍算伊的朋友听见，就去对伊讲秦升甲一阳伫讲你的话，向何对安尼聊疑就毋愿，掠准秦升甲一阳伫结党，要做伊的对敌，上机会要甲伊输赢。这是真心有失错的所在，
伊也家己讲，袂记得即两句，邯郸莫论人非，歹势，邯郸莫论人非，静坐上师几个。嗯假说是讲用话，目的论起别人的面毋对，静静坐，着常常想家己的过失。好，嗯，继续吼，嘿，后一段一部分好。迄时有说一项法度，就是中听好，中听桌顶下一本簿仔，甲一支铅笔。了解。其他拢了解，就是迄个桌顶，敢是桌顶啊，桌仔顶？哦，好好，桌仔顶的意思好。中厅桌顶下一本簿仔，甲一支铅笔。人若要摕公册搭新闻去别位去别位看，着记伊的名伫遐，记伊的名伫遐，互别人里边去找。了解意思。咁么来读一遍。迄时有说一项法度，就是中厅桌顶下一本簿仔甲一支铅笔。人若要摕公册甲新闻去别位看，着嗯记伊的名伫遐，互别人里边去找。嗯，好，继续后一段。迄点迄点是欧洲大战的时，一暝远，忽然台南新闻互那个台南台新闻文互什么互我来互迄个互我哦，了解啊，互我了解好，新闻互我来，足久无看见即个词啊，互我好，迄时这嘛学生是我相信日本来的吼。伊来互我来，迄时学生真济伫楼顶，楼顶听见伊用伫楼骹咧讲，伫楼骹咧讲，互我来，大家青熊啊，大家青熊叫伊摕起来楼顶，有等下吼，看，我拄则要问看较袂记。嗯，呃，互我，我要问的是互我英语安怎嘿，讲？我一时仔都想袂起来。好，我想一下，互我，我咧想讲，即个何者汉语，即个汉语词是伊即个嗯，何者汉语的基础，还是讲伊的原则是啥？我都看无，啥物叫做互我？哦，英语叫啊，啥？我都想袂起来。伊讲若是较现代思想的英语，应该是讲 breaking news。啊，毋过即种 毋是，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词。literal 嘿，伊讲是 extra，就是较古早本地的 extra news。因为讲伊个是特别特殊的、特别发生的，毋是本地新闻本地有的嘿。等下我直接用即个翻译一个好较紧。嗯，毋是这，嘛毋是。是个，啊，毋过现代较思常用的就是 breaking 安尼 breaking news。 breaking news，我若听啊，就是有另外一个词，嗯另外一个词就是你新闻嗯，伊另外出可能另外临时出一张，迄张叫做什么 breaking news，敢若毋是叫做啥？看是用在什么情形，就是
应该安尼讲，你看，譬如讲较早你卖报纸有时啊，伊若即种 news 出来就卖报纸的人，哦，伫咧街仔路着伫画，讲这伊用一个词，我即摆想袂起来，伊就直接画迄个词啦。你讲的词是英语还是台语？英语，我即嘛是讲，不管是伫电视、伫电影，你拢看会到。较早伫咧1920年代、30年代当中，你卖新闻、卖新闻纸啊，有时啊，即种临时的即种消息出来，哇，因出来就大概抢安尼，啊，伊拢会拿画讲，有一个词啦，我煞袂记迄个词叫啥？你原来无印象？我刚刚有印象，看电视还是电影有看到。伊会画一个词，但是我迄个词我即嘛真想袂起来。敢是 exclusive？哦，对，可能是，但是我无介确定。会使来查一个 exclusive，就是迄个，毋过 exclusive 无算是无甲号外是无共，伊是独家迄款的。独家报道，毋是，伊也毋是讲独家报道，意思是讲这是 break， 是较。这是正常出版以外的另外一份报纸。对，正常以外的嘿，啊，所以伊会用一个词，但是我袂记迄个词是叫啥。奇怪 ，Google 应该有吧？我看卖，拢无。我定定拢用安尼。Scoop， 毋是 ，Extra Edition。若是找，我嘛是有找到 Wiki 是 newspaper extra edition special edition， 敢是即个 special edition。但是你卖报纸的人敢若画，伊拢敢若画一字尔，但是迄字是啥，我怎么想袂起？系啊，我找的迄个 Wiki 就是画的声就是 extra。系啊，我看卖，我传迄个 link 互你。Wiki 的解说嘿。Newspaper street vendor。对，但是，想袂起来。好 ，OK， 想着再讲。好，歹势来继续嘿。是好。我问题无另外一个问题是，即个我相信是合适汉语吼。好，确定一个。确定一个。这敢有收？有啊，有收荷瓜日语，嘛是无解说，解说讲这是日语尔。安尼即嘛日语要安怎拍咧？看迄个原册。荷瓜。Extra news。无。校外 newspaper extra。校外。校外。毋知你即嘛日本甲应该嘛是个安尼用啦你若看即个即个嘛是个安尼用。系啊。敢有别种讲法？
嗯，拄则迄个英语版，嘿，英语版我看有写，我嘛是写 extra。嘿啊， OK，好 extra，好，安尼可能是 extra，嗯但是毋是敢要讲 extra，我若印象中毋是。嗯，我想着再讲吼，好好，继续嘿，嗯，拄则读到，多即段谢吼，敢是，要不要，要不要？嘿对，啥楼顶好，嘿，大家车雄叫伊摕起来楼顶好，看到大家遐遐赶紧，煞无看无看无看记名哦，煞无看记名伫簿仔，了解。迄张互我是记载德国对德德国德国哦，了解。德国对德国宣战的事，好，大家爱看煞即即手一手搬过一手啊，一手搬过一手，迄个搬敢是团的意思？搬是，一手搬过一手搬过一手啦吼，第过爱变调吼，一手搬过一手。啊，即个搬过一手，嘿，你拄则讲迄个搬啥呐？搬团也是啥嘿，物？对对好，对对。好，我记一个，一手阮较早搬吼，嘿，诶，嗯阮较早做囡仔咧爬嘿，树啊吼，迄树仔是正规排嘛，啊，着对即层搬过迄层，对即层搬过搬迄站过迄层树哦，啊，叫好搬树啊，好好，搬树啊吼，所以即个搬哩就哦是安尼，就是迄个意思。哦，好好，了解。嗯，搬好，啊，继续所以迄个搬是后壁是你若要解水是要安怎解水，我嘛毋知。第二底解说是讲伊迄个汉字毋知影要安怎读，啥物换伊换，搬吼，七个解说，边大分分类伊换吼，诶，伊伊换换，哦，嘿，嗯，搬哦，遮多嗯哦，你看对一个甲骹拉啊甲伊咧骹咧落，伊咧骹咧落，就嗯是对一个换去一个吼，嗯，一个雨伞，或者是水半个碗，嗯，也会当消失。地碗的水，嘿，这是你解，这我都毋知你讲啥。你解说讲水半个碗也会当消失，嗯是的话消息，嗯这是第三声消息，第三声吼。嗯，后壁是你解说后壁这日文你解说一句话，但是这句话我看无，嘿，伊佫无解说吼。嘿，诶，嗯，半喙饮，水啉，半喙饮就是芝麻拉鲁克多，伊争论一寡代志，就是斗嘴啦吼，哦，好，耍嘴皮子，哦，换喙饮，啊，所以有时啊，什么那个叫啥？华语有一种什么，吃土
葡萄不吐葡萄不吃葡萄，哦，迄款的哦嘿， ，tongue twister 安尼，嘿嘿嘿，嘛会当讲是盘喙音吼，但是但是为什么这拄则拢无解说啊？我即嘛为什么变做 full screen，啊无法度跳转去哩？哦，试迄个 F11试看觅。哦，OK，换喙无解说，我拢无解说。我即也水半个碗啊，也会消失，消失，拢无解说。可能有闲看者，查一下日本的原文什么意思。OK， 这个盘里是看起来真好用啊，但是拢袂晓，日语看无。好，来继续。好，继续。煞一手搬过一手，拄着暗时的大钟咧等，大家匆忙，就落来礼拜。落尾看的人，毋是落尾看的人，煞将迄张放大楼顶。好，了解。这段你敢若会读一下？好，迄帖是欧洲大战的时，即暝远忽然台南新闻互我来，迄时学生真侪伫楼顶，听见一勇伫楼骹伫讲互我来，大家青雄叫伊摕起来楼顶。看到大家遐赶紧，煞无看记名伫簿仔。迄张互我是记载帝国对德国宣战的事，大家爱看，煞一手搬过一手，拄着暗时的大钟在等，大家匆忙就落来礼拜。落尾看的人，煞将迄张放大楼顶。好，敢若继续后一段。8点啊，敢若读另外一本。是我拄好已经。好啊，我记一下，即嘛是第几页？124页。好啊。我咱今仔日袂歹咧，读3页咧。嘿。好，我有一个思想要查一个，我都袂记得要查啥物事。会使看觅？嘿。遮，无看迄张。哦，迄个看。看。咱进前敢若嘛是有我看相信就是过迄个。看心的看，吼，看甲会，我相信。哦，嘿，是。敢毋是无时间、无阳光迄个无看？所以咱要看过即个讲法就对啦。嘿，敢若是，毋知影是，感觉若是嘛是出师线即个，我来看觅。因为讲就是讲啥物土匪到啥物所在。无看窗。对，我看觅啊，76页的款，76页，讲敢就是搭巴拿，也是啥物？我看觅，迄是啥物？土匪啥物？我看觅是76页，就比过一个姓朱的姓朱，用。敢是山呢？有一个土匪去抢一个姓高姓杜，因就无看，
无看西头，我看袂见者，毋是，我记毋对，有即个无，哦，看西头面就约去看。看下，毋知迄个情景是啥物故事，哈哈，毋过有看即个词出现，遮你有看到无？有，嘿啊，我就是讲无看，头前迄个 OB 应该是拍毋着哩，应该是 BO 无看西头面迄个吼，对，厝边搁一个姓朱的人叫做石丁哥，听见恁拢叫，无看洗头面就入去看，看因伫遐伫喷，甲姜伯啊讲，姜兄放开吼，无啥记得，即只是你讲啥吼？无记你是讲啥物故事啊？好 ，OK，另外一个书就早一个叫做葱红哟，嘿是124呀。葱红就落来礼拜吼，葱红就是红匆匆忙忙嘛吼，但是我看一下伊汉字安怎写，仓皇呢，我相信就是安尼。嘿是，就是安尼嘿，葱红。葱红我就毋知影，这可能是古早文言啦。我相信古早文言，这都毋是日本语来吼。好，安尼继续，咱来看即个北部基督教会历史。那你要读第几？我来开，我来找一个档案。好，等我一个哦，我来开档案。我先来 stop share 的。